阿罗汉，阿罗汉，哦，属性者就是阿罗汉，六道就是天行，天行就是六道，阿罗汉起来叫做属性者。好，六道就是咱知影嘛，六道就是哪？天道、人道、阿修道、无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嘛，对不对？阿罗汉、比丘佛、菩萨、阿难佛，这叫做属性者嘛。但是因为到这个慧眼了后，伊就是阿罗汉所成。因为到天神，天神内底当中，伊这是修福，伊修福尔，伊无修慧。所以伊修福，因为伊修福，伊虽然福报足大，但是伊的贪嗔痴也袂当，贪嗔痴啊，这三毒也袂当。将在80天中，这三毒也袂当。你三毒若断了后，你才能证到阿罗汉的初果。你若证阿罗汉的初果，须陀洹二果，须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到阿罗汉。所以伊一定伊一步一步证起来。啊，证到初果了后，伊这人一定爱断，伊这一定爱断。所以上三品上歹断的物件，是一定爱断。贪嗔痴无断，初果就证袂着啦，须陀洹就证袂着啦。啊，所以伊讲即摆阿罗汉，伊讲即摆这阿罗汉得来已经走过三果尔，须陀洹、须陀含、阿那含，变成阿罗汉。所以这点要了解。啊，所以伊讲到阿罗汉，这就已经慧眼，慧眼叫做智慧之眼。啊，智慧之眼所以讲叫做福慧，是修福不修慧，安怎？啊，是啊，修福不修慧，大枪飞咯。啊，修福不修慧咧，啊，修慧不修福咧，罗汉头毛，安尼就对啦吼。所以伊罗汉，伊就是无修福，伊莫走罗汉，伊智慧走罗汉阿罗汉嘛。啊，所以今日因为伊大枪飞咯，伊就是有福分嘛，但是伊的贪嗔痴足大，伊的贪嗔痴三十八里内底嘛，哦，所以你问我怎到慧眼呢？这个慧眼已经跳出着六道去啊，已经跳出着六道，所以慧眼跳出六道，所以师傅第有云何？佛顿问一声，哦，这个师傅第，伫你的心意中，共迄个意思顿问一下。如来有慧眼吼，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这就是哪？这就是阿罗，这就是佛继续在问师傅第，当伊这对肉眼问到天眼，问到慧眼来。啊，这个慧眼呢，就是咧讲慧眼，就是叫做二乘言，智慧之眼，伊证到五空，所以因五空我空是理，哦，他没有证到法空，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我空就是讲我等四项已经空掉，法等四项它还没空掉。所以咱想讲的，伊讲咱想讲的就是法空将菩萨，啊我空将阿罗汉，将小乘阿罗汉。所以阿罗汉一定要证我等四项，我定四项，我相、人相、众生相与寿者相，这四项一定要空，即爱空，我等四项。我相、人相、众生相与寿者相，这四种是一定要空。所以《金刚经》的第9分，你到阿罗汉，你到阿罗汉道，你这个阿罗汉道这分，你看看卖。所以五定四项若无空了后，伊要证着阿罗汉的意境证不着。啊，伊是修经的五空，就我拄则讲的，我等四项。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种，若心许相，若取法相，何故？若取非法相，已经讲啊足，头前第6分已经讲足清楚。所以呢，因为这个若心许相，欲心处相，这叫五言觉性许相。你的心啊，产生一个念头了后，有五定事实去走出来。哦，所以这个阿罗汉证不着，所以一定要了解。所以要证着阿罗汉，随时伊慧眼。会当识到一切缘生的物件当中，拢毋是真实。所以讲啊，他不执着一切事项，但是他这个执空，叫做执空，即离我空之理，
执入五方之理啊。已经讲，即个某种事就空着拢无嘛，所以伊就执入阿罗汉，伊嘛毋去度人，伊嘛无伊呐，无伊个弟子，啊，所以伊搁要修行伊就无来。所以咱头仔过去捌咧讲过，佛陀讲《法华经》的时阵，《法华经》的时阵，号称阿罗汉的弟子，你弟子拢来认识。你若的时阵的网络你甲查，我当时迄个5000阿罗汉，哦，迄个5000比丘阿罗汉好离世。只要5000阿罗汉的离世，因为这5000阿罗汉，伊讲啊，我该修的修，该做种的，已经种啊，我拢空啊，啊，著啥物件？伊毋知影去啊，倒一个，伊啊，倒一个啦，华严，啊，倒一个法空，因伊证明五方，是五方已经最极限，所以呢，阿罗汉，所以伊通论小乘，虽是讲伊毋是哦，即个作外的功德，但是伊证明啊，伊的心已经无有五种思想，所以伊集的当中叫做小乘阿罗汉。啊，这个小乘阿罗汉就是哪？伊人讲18罗汉果比如，咱菩萨有无？咱若菩萨拢一个路，对毋对？你咧拜菩萨啊，拜什么佛啊，拢有一个路。毋过呢，18罗汉，伊当同一路。咱若去到迄个大雄宝殿有无？即边有高僧有无？啊，即边有高僧有无？对毋对？18，啊，这个高僧一个，啊，这个高僧一个。因为那个，伊这个高僧用这个，因为伊若那么拜拜做伙叫做18尊嘛，18罗汉18路。啊，因为今仔日就是分做两边，所以才财神路，啊，才财神路。伊问阿罗汉，问每一个阿罗汉，吼，去个时阵啊，吼，财神路。但是因为咱今仔日爱知影，伊是安怎安尼？因为伊今仔日伊功德无大，伊无到菩萨的意见。啊，菩萨因为伊就是有，伊就是哪？菩提萨埵，萨埵叫做有情甲有情，伊就去度化众生。所以伊就一定护法。就参像讲，哦，即个做，哦，你这无嫁，啊，这无娶，叫做哪？独汉嘛吼。人讲啊，你是阿罗汉，人讲阿罗汉嘛吼。啊，你有嫁有娶，你生一阵，吼，啊，你生一阵后壁你这阵，就是你的囝嘛，啊，你的囝会甲你甲有效的，当然就买就卖啦，啊，但是应该是，人讲饲囝义务啦，啊，不孝不应该啦，吼。应该是的啦，吼，啊，所以这就是讲这道理。啊，咱今日栽培咱的佛法，咱今日修道度人，咱是安遮积极，是因为咱要有一点咱的佛法，咱礼拜吼，点着吼，哇，点着男仔礼拜吼，咱爱加油哦，讲到这都已想着迄个礼拜要点着吼，哦，啊，所以呢，因为今日我感觉好点。到一个，我真要大拜托，哦，应该我做无用，但是因迄日拜托下晡2点半2点30，拢乌巴桑，迄4万真厉害，因为去对度啊，度迄3个乌巴桑，因为去对度，哦安尼，我甲切成。像我像你来教阮少年仔就无法度度，我你少年仔你比我还多咧，哦，伊就安尼讲啦吼，我讲一名学了2名啦吼，啊学了去，大家互变互的，啊是大人真厉害，啊所以我听因迄个有凤树啊吼，凤弟讲，阮即个大人嘛，阮师傅，阮师傅足好大，嘛会晓读好，啊所以这嘛要甲恁教。向咱们升级一个菩萨，哦，咱一定安那，一定要去度人。咱若要做一个阿罗汉，咱就有影做，有影度汉啊。人讲安那，英雄面带是的吼，是安怎？迄个做莫广亮先生，伊安弄10几万箍啊吼，10几万分，伊是安怎用？伊是咧辛苦，当然伊去收集了50几间大起来。这个本毋是无原因，所以人用着一种坚持，度人菩萨就是安尼想。啊，所以今日当中袂使落这阿罗汉，咱一定要哪？一定要行菩萨的路线。所以圣五方真理，那么慧眼
开了，所以前面的菩萨就提到清界入处后，感觉自己所见慧眼，伊未能闻到即种清悟的道理，叫做法界之理。所以伫咧当中呢，小成人啊，智慧眼，大乘法界妙理也是未闻到。所以今日因为书末的24分大感叹，书末的文说是经清界而出，铁律秘籍，合掌恭敬入白虎言，其有世尊。佛说如是澄清经典，我将悉得为咱未闻如是之经。这句是啥物讲的？书末的感叹，因为伊安怎？我将悉得为咱有无？我从过去我修到即摆来，我若得到阿罗汉，到即个名，得回咱未闻如是之经。我听到佛咧讲如是甚深的经典，如是之经，即个如是之经会当两种的解释。一种的解释就是讲啦，就是讲叫做法智，叫做华智，叫做法智。刚才讲起第四法，这四法。因为金刚经解到第14分内，伊对第一分听到第13分内，叫做指着头前迄13分。我将悉得慧眼，未闻如是之经，对不对？叫听法智。第二个意思，如是。第一解释就叫法智，第二个如是就是讲啦，就是讲叫做清净法身，叫做清清嘛，甚深嘛。伊诚心啊，我将悉得慧眼，未闻如是，这物件是经嘛，对不对吼？这如是就是讲三法界嘛，实相法界、观照法界嘛，来呢，闻法界嘛。来三法界甲讲起来，就叫做甚深嘛，如是省清之理，如是甚深经典嘛。所以呢，这个就是讲，所以前面苏摩提说的到清界入处后了后，伊才感觉自己得到这个慧眼了后，伊也无从了解法界妙理，因为迄个时阵伊还是小乘。咱常讲一句话，驶轿车人要驶陀螺仪，无可能。咱今日驶轿车做旁边对，你芙蓉遐尼要驶咱停外口几个人去驶，拢芙蓉遐人啊，都惊哪？都惊迄个火炉啊！若都啥物人啊？都这几个尔啦，这几个当驶一台尔，无你敢去驶无？我毋敢驶，我虽然头路摆，我毋敢去驶。艺术的评论，修行的无通驶大乘车。但是大乘车我讲大乘人我通驶小乘车无，艰难。因为迄拢伊行过物件嘛，阿罗汉必须拢伊行，菩萨你拢行过物件，佛你拢伊行过物件嘛，你睇我都，即个道理就是咱讲嘛，未闻如是妙法界妙理嘛，迄个时阵得到阿罗汉眼，你才当了解遐物件。伊所以咧入金刚经考上了后，伊当书末地当有法当如是深深经典，伊当去体悟着即个道理嘛。所以呢，咱今日迄个书末地当一直感叹，如来一苦足慧眼，伊能见五方之理，但是伊跟小乘人不同，伊二乘人无法通了解如来这个深深的道理，所以呢，目眼、天眼、慧眼这三种拢如来行过，安尼讲有意思。如来有法通了解法眼，有法通了解佛眼，但是你行到慧眼。伊有法通了解目眼，有法通了解天眼，伊上会了解慧眼，法眼伊就捌啦。咱今日若行到啥物件？天眼，咱是捌法眼、捌目眼、法眼慧眼、法眼，迄就拢捌啦。你今日若较属众生，咱的众生，咱即个道地众生，咱顶下四项拢捌，咱四项拢差不多，所以这嘛是咧甲咱分做了。伊赞助，所以连个阿罗汉，伊得到五方之理，所以呢，因为伊也无通上佛道，伊了解了完全离五眼圆通啦。所以到第四赞助，苏摩提为云何？
因为继续出无地咧问即个问题。如来应法干吼，如是世尊，如来应法干。当然，这是该空地的苏摩地回答给了这个如来释迦牟尼佛一段话。法干就是咱好拄则叫做菩萨干，叫做菩萨。菩萨干，因为伊看的物件，甲一般顶的拢总无相像。因为咱讲咧，伊看的意境真看去啊，所以伊看会晓看法自然的法界去。伊毋是即味空，嘛即味我空是理，伊无是即味这物件吼，伊嘛无想法去偏空去吼。所以菩萨能看到一切诸法差别相，并能分别清楚。理性人回答，伊虽然了解到我空之理，活动思想空，因为我小可袂使执着，即个空我袂使。但是因为伊今日当中无法通修到法空去，所以呢，因为伊偏离我空的不理所以我发现对一切诸法的差别之理，因为伊看袂到，即个差别相的事相，即个事相之理，伊分袂清楚。只有菩萨的法眼，伊当清楚。菩萨无有如来的慧眼，所以经过最后的一个眼，叫做圆满无缺的佛眼。所以伊讲到伫即个法眼的内底当中，什么叫做阿罗汉？什么叫做菩萨？什么叫一切诸法？一切诸法，即句话你来听，诸法就是叫一切法，咱法过去讲过。即个诸法叫做万法，即个诸法，诸就是讲一切物件，安尼叫。凡所你看到的物件，拢叫做诸法，拢叫做一切法，人叫万法，拢会使安尼解说即。但是因为今日菩萨间就是叫做法间，即个法间即个法间，即个法。因为一切诸法的差别相，属于事相。事相之理，因为今日理性分袂清楚，唯有看咱大家清楚。什么叫做一切诸法相？我来讲一个最简单。所以过去所讲，我当出的，伊讲清清脆直即是如来，清清脆甜即是如来，郁郁黄花无是般若。过去迄个延平玉禅师讲出的，讲山河大地，啥皆若法王身，伊种安尼讲对不对？所以我有讲出的安尼讲，伊讲，迄个溪声总是广长舌，山色无为是净法身。有讲这物件，这个物件是法界的人能看到，法界人看到，所以若依着阿罗汉看是看唔到。你看一粒火一样嘛，你看这粒火就火就了咧，但是因为不能看，这粒火就是如来发身，如来的法身，如来的智慧，叫如来的地位。唔过呢，咱今日看，这一粒火尔，咱看一粒火尔呢。清清水是如来，清清水你看一个清清水，拢是如来发身。迄叫做是事理的差别相，一切诸法差别相。咱看哩，咱无看哩叫做啥？即句就走出来了吼。咱无看哩即个物件，无看哩一切东观出来，咱无看哩一切东观，咱看哩差别相，但是伊含事物、含动物一切通观有。这是厉害的所在，伊嘛是如来，我嘛是如来，对不对？伊嘛是尊佛，我嘛是尊佛。所以今日你头前三清所的分别甲差别，拢总毋是外口，拢总是你的心起了妄想，起了无平等，你起了无平等性质，你无平等性质，所以你若无走东观，你无走东观的内底当中。因为阿罗汉伊就阿无同东观，伊阿无同东观，甚至呢，今日要达到佛的意境，
菩萨已经都差小我，所以那我就讲浸一分的胃压破一分的胃。伊种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到八地叫做究竟地，究竟做。所以破一地了后，破初地、破二地，一地一直去了后，当中伊当破一地，伊也有释法有用。所以，甲阿罗汉内底当中，伊也嘛我同大家同款，伊也是差小可，但是已经拢进不去啊。但是佛已经甲我一体同款去啊。所以今日一定要了解是安怎，因为即个事相的差别上。就我拄则讲，这唯有菩萨才看得到，阿罗汉才看袂到。阿罗汉看袂到，一部佛嘛是有道，石头嘛是有道。所以你若去到大了当中，石头做完了，吸一个佛尔，有吸一个佛做完了，伊若佛做了，带迄个拜，到迄个拜到尾有佛嘛？啥物佛都有佛尔嘛？其实这个佛尔是未因的众生，你若发袂明个佛，伊就袂去拜迄个，安尼尔哩。迄个若无甲，迄点若无甲写个佛，因为迄个石头咧，甲写佛落，迄个变成佛咧，安尼敢听？无甲写佛落，迄个石头咧，甲写佛落，迄个变佛咧。你甲写佛甲无甲写佛，毋是拢同迄个石头？毋是无义嘛？其实是咧甲伊讲啊，你看迄个石头佛了无？是你已经有法度达到同款无？你若看迄个石头佛，你有法度看迄个境界，你甲迄个石头拢相像。迄个石头嘛佛，你嘛佛。你若看迄个石头是石头，你甲伊就差别上，迄个石头嘛是石头，你嘛是石头，你头叫做石头，叫做石头，你叫做石头，因为你相袂啊，你若没有同观嘛？没有同观，你就看无嘛，袂叫做石头。所以今日佛咧看啊，迄粒石头有佛，迄粒石头有菩萨，迄粒石头有道，伊安怎看？所以伊就甲同观。用这一体清净不体来看迄同观。我即个讲是恁听随条，恁无去证着，毋是遐简单捌即个道理。真正毋是遐简单捌道理，话讲，我听经讲恁听无，就是听无甲恁听无，你就好空啊。真正就是听无的啊，听无恁若去误认嘛。听有恁就叫袂执着啊，对不对？听有恁就袂执着，所以呢，事相，所以这个法界菩萨，因为伊今日是差一点点啦吼。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娑婆地为何如来与佛干吼？如是世尊，如来与佛干。最后一个，当然个问题，佛都问啥子？这个娑婆地，你的心意上。如何？如来与佛干吼？如来有这个佛干，这个佛干叫做哪？叫做圆，这叫圆满。咱好想讲叫无法，圆满无缺。这就是咧讲这个啊，这就是咧讲这个。如是世尊，如来与佛干，是安怎？娑婆地，因为伊今仔日有法度，伊都还未证着佛的，伊头仔都了解如来与佛干，因为伊解空定，伊已经离金刚经法的上，已经上咧19分了，伊绝对伊知影这个物件。虽然伊还未证着佛，了后伊已经有佛的已经里面底，所以伊知影。所以因为如来已经成佛啦，所以讲伊有佛干嘛。这个佛干就是讲。我对讲，它是圆满无缺嘛，无法啦。就常常一个物件，它没有缺一点点，它没有，所以它已经去除一切，苦除一切。这个苦除一切，毋是讲这个物件吗？一切东方毋是叫做东方，就是讲无甲，就我拄讲平等，它平等，它没有差别。这个东方就讲没有差别。无有差别，啥物哪无差别？唯有着咱的自性清净这才无差别，一切拢伫思想上拢无差别。毋但金刚经，伫咱地方本讲一句话，一切现象皆以无为法而无差别。有无？有即句话无？还未证着佛以前，还未证着佛以前，拢总有差别。
所以唯有着你证着一体同源，迄叫做无差别，迄叫做完满无坏。所以伊即句就讲，伊讲当然苏无地问到即个问题了，佛已经成为了当年嘛无解，所以伊下面已经知伊有甲你伊下面要再继续问啥物件，所以呢，伫即节目当中呢，咱的研究金刚经啦吼，一定爱多闻、听闻，爱去思维，了解这个道理吼，去研究这个道理啦吼。所以呢，如来时间叫做五眼圆明，敢若有一首诗是安尼讲啦吼，伊讲天眼通开眼啦，马眼眼开通啦，法眼灵观俗啦，慧眼了真空啦，佛眼如前日啦，如前日啦吼，照伊体翻动啦。伊这叫做咧讲五眼的实相吼。伊讲天眼是通开眼，就我拄则讲的，这片壁甲你看过，咱若咧看迄个咧看电影无，迄个无形大敌，迄边咱行过无吼？咱入去错过行无？迄边错过无？就参像咱的迄个咱的迄个天线迄个什么哪位迄个哦，迄个坡啊吼，含这标就出来吼，所以天眼马眼来沟通，咱这个有这个马眼，咱让咱看到一切表象，一体看到表象，所以你看到是上是毋是假体哦？一体有智慧的嘛吼，法眼灵观俗。这个法眼灵观俗，这个叫做法眼，这个叫做菩萨眼。灵观俗，俗是观一切事俗的物件内底当中，一切事俗物件内底当中，拢有伊个俗的内底。这个道理，因为已经伫一切内底当中，我都关到一切同关内底。就我拄则讲，一张手啊，嘛有如来发生。对不对？一张花，嘛有如来发展，毋过咱较看咱看有，对不对？无就是有，低就低，高就高，石头就石头，树就树啊，木材就木材，这毋是种叫做咱马眼分别上嘛。所以咱到法眼，看到一切诸法上，我拄则讲一切诸法的事相内底当中，伊拢同关的物件，伊拢同关的物件，一切拢同关的物件。因为伊无树啊，所以你一切物件内底当中，伊所看的、伊所观的物件，拢是对一个物件，拢是即粒心。那即粒心有一体，即粒心有清明体了后，敢有分别？敢有差别？无分别、无差别嘛，不执着迄物件。所以到这个当中，法眼灵观俗，观俗就是俗一切俗界，而即个观这个俗界内底当中，拢总是实相的法界。爱敢听有意思？你一切事俗的物件，拢总是实相法界，是你看出来的。你敢看出来？众生嘛，咱哪看会出来？咱佛就看会出来。就我拄则讲的，哦，你徛去5楼，你看的角度，对不对？啊，你徛去4楼，你看的角度；你徛去3楼，你看的角度；你徛去2楼，你看的角度；你甲1楼，你看的角度，有相像无？当然无相像啊。人佛已经徛伫5楼上班咧，按即个原本有切的角度看法，伊无了。你今日爬上伊个呢，上顶个你看台北市台湾看出清楚，是毋是安尼？就是咱咧讲，这叫做伊个赞助，伊爬起个赞助。所以咱今日就是阿无当落入众生的法界了后，咱真正要提升到天眼，到什么名慧，到法眼。到相关的就是啥物件？我一体就是佛嘛，一体就是佛嘛，啊，一体佛你对，是你家己。你家己就这佛啊，你要去咧找一体，你家己这一体找无着，你要去咧找一体。啊，你家己无找同管，你叫别人来同管，有可能同管，啊，别人同管，啥物嘛无关系呢？对不对？别人同管，啥物嘛无关系呢？所以咱来讲，而且咱来讲。天眼所看的物件，无数眼叫做天眼通慧眼。咱拄则讲，神啊吼，神啊吼，因为伊即种
哦，叫做通回来吼。马眼记着一个表，伊就画唔到吼。法眼就是讲菩萨眼啦吼，伊观察一切俗体。你嘛注意哦，这个俗，这个俗，有这个无？右边，右边，山谷的谷，右边，右边是山谷的谷啦。这个吼，足有咧想哦吼。山谷的谷，谷。含情小的都晓得无？好，你问我这个哦，这个叫啥？俗地。有这个内底要讲啥呢？叫清晰咯。这个叫做无虚哦。这个内底当中有俗，这个是凡俗，叫做相，俗是俗，内底有真实甲无虚的内底。这什么人看会到？菩萨当看会到。咱甲看嘛长手啊，毋过伊有地呢，有这个地呢。你这个咱咧讲啊，是俗地，你问我这个地呢？这叫真实无虚呢？伊俗的内底有真实无虚的真实俗理内底呢？不是开玩笑呢。啊，为啥说俗地？哦，再讲实地，即句话你会了解。所以伊有真实无虚的内底，但是咱看袂到，菩萨甲佛有看得到。所以咱讲叫做哪？法眼能观俗，法眼是菩萨眼，也是能观察俗地的道理。俗地就是世上千差万别的地理，真实无虚的道理在内底吼。世俗之地，参差万别啦吼。伊有一个地理内底叫做世俗之地。世俗之地，所以恁看一段话吼，迄个地就从迄个俗内底当中，而且是佛界内底当中，一定即个地叫做同同。即个地无迄个地，即个无同同，无真实无虚个地，即个无同同。所以当时梁武帝个囝，咱就可能看到即个问题出来啦吼。所以梁武帝即个点应该是对佛法，应该是真正深远吼。所以呢。就是参照《金刚经》吼，即个第17分的内底当中，即个叫究竟无我分的内底当中呢，是讲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安敢听？咱《金刚经》第17分，咱啊俗话了嘛，一切法就是讲哪俗嘛，敢毋是？一切法是讲俗嘛，佛法是咧讲这个嘛。咱听意思，一切法皆是佛法，叫做俗地。四个金刚经的内底，大家对咱来看法，恁就知影吼。第17分的内底，四个如来说一切皆是佛法。所以，但是你爱有菩萨的福眼，才观得到，有是中无实无虚，有是中无实无虚的妙理。菩萨法眼咱会看甲清清楚楚这个实地。有始终，于事中。咱我过去拢捌讲过吼，于是中无实无虚。于是中，这个俗地，这个俗的内底有一个无实甲无虚。于是中，这个俗的内底有一个地，有一个真实甲，有一个无实甲无虚，无有一个没有一个实，没有一个虚的空，这个叫做空有二。因为伊内底当中无实无虚，叫做空有不离的道理；有是中无实无虚，就是空有的道理。有就是咧讲俗，空就是咧讲地，安尼叫做俗地。
叫做哪？叫做哪？俗啦，肉体俗嘛，会臭嘛，会满去，咁叫俗对不对？啊，我有一个灵体叫做哪？地对。啊，我这个肉体有一个俗地，啊有一个真，有一个俗，有一个地灵内底。甲咱讲起来，我一个肉体有一个肉体，甲有一个空体，叫做无实无虚。有时中无实甲无虚，无有一个因为你看到尾代表，迄个真诶，伫假内底，啊假呢，伫真诶内底。所以拿一句话来讲啥？伊讲啥？伊讲虚弥，虚弥藏什么？戒尺。啊，戒尺呢？藏虚弥。啊，什么叫做戒尺？这个地，这个地，空这个地，这个地叫做戒尺，盖子。啊，这个心呢，叫做虚弥，这个身体叫做虚弥，虚弥啊，这个肉体叫做虚弥，迄个灵性叫做戒指。所以戒指藏虚弥，啊虚弥藏戒指。我这个肉体实虚，有一个实，有一个虚，所以空有不会暴雪，于是中你是俗。所以呢，叫做俗地，俗叫做有，地叫做空，拢是这道理内底。所以这个物件你若无知影，对这个物件健好咧讲，所以你袂偏离空，袂偏离有，你会断灭空，你也袂去断灭去。所以这当中，无虚的无虚无虚啊！吼，会妙理菩萨伊发觉，伊能清净会明白关到这个俗理啊！吼。啊，慧眼呢，就是在讲了真空啦，吼，咱拄则讲，他只知道空的道理，因为伊知道我空，我物件会使执着者，我一定我等事项要空，伊我能关到的世界、十法界一切诸法相，伊关袂空，伊是无了解这个道理，吼，这叫做哪？这叫做慧眼。所以呢，有一句话，这个慧眼单言。慧眼单明了达，真空之理，但观俗观不来。慧眼千里照，照遍天翻动。这个慧眼，要参的是太阳现象啦，照义就是这个太阳，太阳照着世界，一千个太阳照成世界，所以呢，因为照的境界虽然不同，但是一千个太阳。同一个光体，1000个太阳，同一个光体，这个光体，所以叫做而且是相通的，这个叫做替换段。佛眼能观察一切，眼无不及，照无不明，所以呢，观这个所观虽有差别，无量但一体，但同一，叫做佛眼，所以所观叫做一体同观。所以伫这个当中呢。咱了解这个道理吼，咱就慢慢会当去深入到一体同观的道理吼。我们把这个若会当上了解，我们不要只仰望着佛的境界，不可攀呐。如果为了尊重佛，可以做到这点的观想，但是只观看佛了不得，自却因缘无这个。无这个分啦吼，无这个分，那就太看见你家己的本性啦吼。所以我们本性与佛性是无二差别的，无差别。你在某眼上会联想到佛，会跟你一样吼，拢是一个无亲所生的自然的因法。所以这后壁咱这行小小解说啦吼，解说这某眼的解说，有时间到。咱这问题，咱就去看这物件吼。所以呢，这问题，咱直接讲到这个所在吼。所以时间9点半，伫这个当中，咱大家来分享伊这个某眼伊这个道理吼。所以咱各位前言，若有较好的见解，有个人看法，咱就当应用。
大家敢大家做分享。咱后一段咱当来讲这个知无实相，知无实相，当来讲这段，进这段，因为来分享这个这个摩诰的这个同分的道理，所以咱好在这个当中有请恁各位什么人要来这个对这个这个摩诰的看法，来做一个分享一下因为这款的物件当中愈侪人来分享，我相信嘛当咱愈听会愈清楚啦安好无？来，什么人要来？什么人第一要来？赵叔，我拢想你想要看金毛经我那就唱他们去了。任团书人主逼了，我的印象是迄个因为咱的写伫迄个。有啥物会是咱上需要拍的，啥物会是咱上需要拍的迄个碟啦。以前定记得，因为咱好是安尼，那伊即段我有想着，但是无背起来。我是代替咧念的，一体要安怎含这个东关，是我是咧讲即个物件，但是有影即对，这是咱好讲毋对，但是伊哩即个这经内底当中有五种啦伊几时学医，伊我学医名啦伊真正学医德啦应该学医德对啦，毋是学医德因为若讲天长地久有时尽咱都是无始无终，无始无终的。所以都是超越即个天地永久，还佫较久。即个都是天地之母啦这道是无始无终啦天地是天长地久有时尽的。所以咱自比安尼是无毋对，咱达到永久就做无简单要佫较超越天地定啦，对啦天不是脚，你我不是，迄个地不是载啦你我不是脚，这项对，这是安对。讲《易经》系辞传易经》有啥物4个传收卦、杂卦、序卦、系辞传，那是孔老夫子做的。比较久嘛是应该，比较久那是可以，即摆老变袂死啊。全显慈悲系辞传易经》的系辞传迄我字为久我无咧用，我变健忘的因为这个《易经》系辞传这是迄个空之公者的。易经》系辞传有讲到夫大人者，这个就比较容易解决夫大人者。以天地合其德以日月合其明以四时合其序以鬼神合其吉凶咱生活线离合性同遐，毋捌第几人有壁咧有看大，放一块牌写吉凶之道。互我是也无详细甲研究看伊内底文章伫咧讲啥物。咱前年有去咧摒扫的时阵，可能会看到较三楼的，二楼的壁咧，西边面的壁咧伊迄毋捌咱送的便呢，写吉凶之道内底有足侪文章跟做咧研究真理的讲到即个无言照讲，表面上看起嘛是拢像咱人的目睭安尼，毋过它会当有天眼，佫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就是迄个层次见地啦迄个见就是种见地，一种层次讲咱咧修行重要就是要有见地，佫有迄个啥物戒行迄可能是每天有条件内底迄个戒律戒律的部分见就是迄个见地迄个层次迄个层次越来越高，达到佛的境界那个是叫做佛眼。
咱江南书已经足拄比讲要足详细啊，我是对即只吼，安尼讲了咧功课，讲谢谢。今日周老师吼，所以有咧讲对人因为咱我去想即个吼，我会记得，当然这话无清楚啦，但是我会记咱咧讲是异体同观，所以呢，因为咱今日要向天地吼，要合其道，道就是异体叫迄个天地恒定，这异体甲天地恒定就是咱的自性，因为咱讲，咱的自性是咱的自咱换一个生出了后。无论你做偌济毋对，无论你做偌济对，无论你做偌济，伊拢总甲你包容，拢甲你慈悲，拢无甲你计较。无因为讲你今日做错个歹代志，伊就要甲你死，一路就互你有转回。无论讲无因为讲你今日做足好个，伊就互你活足久。无论你做，伊就足欢喜。袂，伊迄个自性完全就是安怎？伊正直，就是参照大海现象，它容纳迄个别川容纳百川，因为它无怨无悔，何其道，伊即个是讲即个物件，所以呢，因为讲一体，就是讲即个物件，即个一体就讲到迄个佛，迄个圆融无缺，当我讲异体同观，你无到迄个当中，头前世界拢我都讲异体同观，安尼对，来，换什么人？问到。好了，你好了。主要是慈悲嘛，咱主教讲着三界性价有六通啦。咱有讲着天眼通、天理通、阿神通、甲宿命通、神足通、甲络尽通啦。那或许你知影讲啥物叫做神足通甲络尽通？主要是慈悲，咱带我解释一下。理解。谢谢。理解。合理天管。是啥？这样。即天眼通啦天理通啦，他神通啦，宿命通啦，神足通啦，络尽通啦所以因为这是伫迄个在迄个六道伊这若要甲讲起来，伊这六通内底当中未进到阿罗汉，伊是落天性的这个六通啦六通的当中呢，因为伊第叫做天眼通嘛这应该咱知影嘛这天眼的通天理通嘛，他心通他心啦他这他心通宿命嘛宿命，神足通，就咱的神就是讲咱的思想的感触啦，咱的思想的感触啦，咱精神嘛，神通嘛咱精神通嘛。这个络尽通，络就是因为有一个五络嘛，咱有一个五络啦，这个五络，这应该要查一个字典嘛。五络有一个，变做五络尽通，就是讲要安怎个当中呢？就是讲无互这五络之通去影响，安尼对。不过因这个部分要查看卖咧，我无。看即个物件，因为我出来，我对即个了解。因为这我是本来要秀出迄个天神这六通安尼呢。所以若要甲了解这显微镜看知影。佛教的经典你甲显知影。所以你就袂，这我显的我传你，再传你。所以因咱人说解释唔对，较详细。把这个物件，伊是这我遐有够经典，迄个从很好。好，这什么人？江南书就比啦，足歹势。因为心经内底拢用是真啦，无明也无明真。无老师伊嘛是真。所以迄是真是个净除啦，净断。还有除掉啊！那些烦恼都净尽了，烦恼都净除了，烦恼漏的烦恼力，烦恼都清掉，烦恼需要真精嘛
迄个天理流行啊吼，那烦恼静静吼，啊那迄个静，迄个静就是讲我消除掉吼，啊烦恼都没有了吼，那个都尽通。这咱就查一下较详细，吼，安好无？因为袂使预防严重嘛，吼，啊预防严重嘛，啊相信这路嘛袂使。所以我想讲诶，经典讲千无点，袂使讲毋对啦，吼，这是足重要，用假设诶都重要。啊，所以咱今日就是讲，吼，你想我拄则咧讲这以天地合其德，因为这是因为赵老师毋对，纠正出来，安尼咱嘛会知即个物件，嘿，啊所以呢，因为有当时一寡因为佛教诶免死，啊咱要甲查足清楚，啊所以咱互咱知影了你即个问题了，咱甲查较清楚，啊咱嘛咱嘛了解，啊你嘛了解吼，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学习这个共相，哦，这个互相学习嘛吼，嘿，来，啊这是啥物人？迄个妙方怎样？我看你对这个无烦恼像你研究，来，你来，来，麦克风，没有关系啦。是哦，讲到真好吼，感觉讲吼，迄个讲到这个五感吼，我感觉讲吼，就是吼，从迄个五感内底所谓迄个真理吼，拢讲甲遐尔样剔头嘛，所以我感觉讲很佩服啦，真的很佩服。哪里？讲得很好。好了，谢谢了。啊你这些啦，你平时或许也是在学习的，都在学习。来，少年来，你叫来新人啊，你要讲啊，来个分享一下，来，马上就来爬山啊！我讲马上爬袂记哩。爬山卡了。来，爬山较简单咧，咧上金刚经哩。来，卖鼓励啊！不用了，不用。我学习，刚刚讲咱音乐，听这一体同观吼，或许一个感受就是讲，当然伫咱小办道的过程内底，一定是爱有一体同观，才会想要去度人，心愿得亲嘛。那么当然，而且伊教即个，因为咱为什么学法，就是要学着心境的提升。啊，这五感互我感受讲，拄则咱赵老师讲讲，目睭才两蕊尔，为什么有五感？那么当然，而且也就是咱过去佛菩萨留即个心法，就是要互咱来体证。那么这五感也就是咱心境的一个层次嘛，哦，所以要大家一体同观，也是讲拥有着咱的心境应该爱拥有着即个八感、天感、慧感、甲法感，一直达到佛感的即个意境，哦，所以咱才会当讲学佛、学菩萨，就是要来甲咱过去的佛菩萨因普度众生的即个心境是共款。所以伫即个过程内底，互我拢感受讲，其实咱既然拥有着即个八感，绝对就是有分别妄想执着。但是咱要如何吼？法本无定法，但是咱是以学法来因咱的心境的过程内底，要如何去提升啊？这是佛学的一个见解啊。那么当然，伊讲到即个讲见无定相，哦，见无定相，这佛学感受讲，点是慈悲啦吼，这是要安怎会当提升到讲咱看到啊无即个定相吼，才有法度达到一体同观啊。啊，可是咱毕竟就是众生啊，啊这功夫吼，毋知要安怎学佛学吼，迄个无法度人家己讲要如何去体证到讲见无定相的即个意境啊。这个见无定相啊吼，这个见叫做佛的地见，佛的地见啊吼，这个叫做见无，叫做佛的地见。定相，这个定相，这个定就是这个定就是叫做执，咱好拄则讲的吼，执，就是讲你今日去
要达到迄个知见了后，定就是执一个相，定相换成解释叫做执相。见无你看到了后，你看到了后，你袂起心，你袂起心，你袂动念。今日咱昨做起来，咱中央伫歌乡，有迄个组员啊，拢穿咧短短啊，迄落，拢出来游街啊吼，变叫变蹦叫啦吼，见，我看见，看到即个物件，但是我无，即个无换成解释叫做清净。这叫做无念，这个无叫做我看到啊，我清净我无念，我无一个执，无一个执相，无一个这个相叫做分别，分别之相，这叫分别之相。我看到啊，我无执念分别之相，这个作品遮水，这个作品遮歹，这安怎？我无伫遮分别之相。所以唯有迄个知见，伊无清净无念，伊无定无执见，无执念即个相。甲你讲起来，我当打我同款，我看到，拢总平等，嘛真正无老的，嘛无少的，嘛无水的，嘛无爱，迄个哪？迄就是心灵真悬清净的意见。虽然你思想，你即个思想，你若讲这乌的对不对？你有讲白，若来讲你即个迄个强词夺理，无毋对，你咱的思想咧看，即个思想咧看，是你用目睭咧看，我即个乌的白乌的，对不对？这是思想上咧看，这个叫做定相。定就是你执入你个人的看法，这个叫做分别之相。但是如果你若伊无定，你若见无定相，这是你的呢，这是你较变乌的呢。那伊本身伊的本质较变乌的，伊本质不乌的，是因为后你我后你，后你我后你，你后你红的呢。若安尼当中呢，你看到爱红的红的。是你爱要乌，你已经有定向安尼；你爱要红有定向安尼，有特定对象的，有执着你喜欢红色的特定的对象的，你毋通去看红，你毋通去买乌，你毋通去买你家己的色，对不对？若伊见无定向，你今日自身或者知见清净，已经咧看即个物件，就产生我想讲，乌白水。